列王紀上第17章，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亞對亞哈說：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起誓，這幾年我若不禱告，必不降露，不下雨。耶和華的話臨到以利亞說：你離開這裏往東去，藏在約旦河東邊的基立溪旁。你要喝那溪裏的水，我已吩咐烏鴉在那裏供養你。於是以利亞照着耶和華的話，去住在約旦河東的基立溪旁。烏鴉早晚給他叼餅和肉來，他也喝那溪裏的水。過了些日子，溪水就乾了，因為雨沒有下在地上。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：你起身往西頓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裏，我已吩咐那裏的一個寡婦供養你。以利亞就起身往撒勒法去，到了城門，見有一個寡婦在那裏撿柴。以利亞呼叫他說：求你用器皿取點水來給我喝。他去取水的時候，以利亞又呼叫他說：也求你拿點餅來給我。他說：我指着永生耶和華你的神起誓，我沒有餅，壇內只有一把麵，瓶裏只有一點油。我現在找2根柴，回家要為我和我兒子做餅，我們吃了，死就死吧。以利亞對他說：不要懼怕，可以照你所說的去做吧，只要先為我做一個小餅，拿來給我，然後為你和你的兒子做餅，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：壇內的麵必不減少，瓶裏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華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婦人就照以利亞的話去行，他和他家中的人並以利亞吃了許多日子，壇內的麵果不減少，瓶裏的油也不缺短，正如耶和華藉以利亞所說的話。這事以後，作那家主母的婦人，她兒子病了，病得甚重，以致身無氣息。婦人對以利亞說：神人啊，我與你何干？你竟到我這裏來，使神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兒子死呢？以利亞對他說：把你兒子交給我。以利亞就從婦人懷中將孩子接過來，抱到他所住的樓中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就求告耶和華說：耶和華我的神啊，我寄居在這寡婦的家裏，你就降禍與他，使他的兒子死了嗎？以利亞3次伏在孩子的身上，求告耶和華說：耶和華我的神啊，求你使這孩子的靈魂迎入他的身體。耶和華應允以利亞的話，孩子的靈魂迎入他的身體，他就活了。以利亞將孩子從樓上抱下來，進屋子交給他母親說：看啊，你的兒子活了。婦人對以利亞說：現在我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和華藉你口所說的話是真的。